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讲咱做人，无可能一步登天，一步棋，一步掉。基础拍好在，成功的机会就会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字，就是错，基础的错，读书的错。第二条，台语字典解释错的意思是古早起厝的时，用来拄伫咧大枝条所用的大粒石头，卖当讲是石珠，或者是地基，咱讲基础。落尾用来比如做代志的根基。咱带大家做伙来详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基础，咱头前讲到本地意思，就是讲起厝用伫条下下骹的石头或者是地基，落尾嘛当用来讲是代志的根本。第二个词读做基础建设，这是一个现代词，意思就是社会依赖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，包括电子网络、通讯、水、天然气、甲交通这公共设备，或做基础建设。嘛包括教育、科技、紧急服务、医疗卫生、法律文化、体育等等，这拢是社会性的基础设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一般来讲，一个国家的经济若是发展了愈好，安尼基础建设就会愈较长。有这个基础了后，对经济发展又阁有帮助，会当讲是利碰壁，壁碰利。今仔日详解这一字读做错，基础的错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